動報名抽籤。7點半新聞報完畢，再會。北都發展區陸續收地，有居民就聲稱政府冇及早通知佢哋搬走，但係發展局就話，早喺2022年起已經用唔同嘅方式通知。面對各種收地爭議，當局未來點樣理順流程，加快發展呢？今晚9點半，時事多面睇。喺我哋嘅城市，騙案日新月異，令人防不勝防。升級版防騙視伏 App。導入 AI 人工智能，極速偵測多項數據，更快、更準、更全面。一按下載，建構最強保護網，智能分析，準確截擊，挺身守護香港。升級版防騙視伏 App，AI 護航，自破騙案。今晚梁思齊陪大家睇天氣，先跟進下兩岸嘅天氣啦。西南地區、台灣同華南嘅天氣仍然穩定。今明2日降雨集中喺雲南、西藏同台灣一帶，部分地區有暴雨或者大暴雨，累積雨量超過50毫米。接近週末，西南地區、江南同華南將會迎嚟新一輪降雨過程，部分地區有暴雨。江西同浙江更加係有大暴雨，累積雨量超過100毫米。記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潮州多雲，梅州、深圳驟雨，惠州多雲，台北有雨。東莞、中山、珠海多雲，江門驟雨。清遠、廣州、肇慶多雲，湛江雷暴。哈爾濱雷暴，瀋陽多雲，天津、北京、石家莊天晴。南京、武漢多雲，合肥天晴，杭州多雲。桂林、貴陽多雲，南寧天晴，海口雷暴。西安、銀川、蘭州多雲，西寧有雨。昆明有雨，重慶、烏魯木齊、拉薩多雲。以本港方面，截至夜晚7點半，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有1兩陣嘅驟雨。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氣温係介乎25至到29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。展望星期5有幾陣驟雨，星期6天氣漸轉唔穩定，隨後2、3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聽日先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天氣報告係由立橋人壽特別